大家好啦，歡迎翻嚟我哋長期節目嘅第三集。喺今集咧就講一個重磅嘅主題。喺美國30年嘅國債息率咧升穿呢個5厘，咁新聞咧呢排又成日嗌到好驚。咁但係歷史上升穿5厘之後，咁股票同埋兩隻好多人問嘅債券啦、ETF、咁 IEF 同 TLT，咁到底會發生咩事咧？咁我哋今日就唔靠估啦，咁用真實100年嘅歷史數據，由1871年計到今時今日，咁咧就一齊睇下究竟佢會發生咩事。咁我哋去下一步啦，咁我哋睇一睇就係話係我哋探討嘅3樣嘢。咁第一樣咧就係5厘係咪真係咁恐怖咧？咁我哋會睇翻100年歷史數據啦，再答翻你究竟使唔使驚啦。咁第二亦都係你最想知嗰樣嘢，咁股票 IEF 同 TLT 喺歷史上升穿5厘之後個實際表現係點啦？咁我都會俾翻3組真實數據俾你啦，咁再同你講翻3個經典故事。咁最後咧，喺2026年，我會講翻話最似歷史上邊一次。咁最後會俾翻一個決策框架同埋一個監察清單俾你。咁我哋準備開始啦。咁打好基礎先，咁新手都應該跟得到嘅。咁所謂嘅30年國債業息率咧，就係話係你借錢俾美國嘅政府30年啦。咁佢每年俾翻大概5厘利息你。咁呢個百分比咧就叫業息率啦。咁你可以當佢係呢一個借錢俾全世界最穩陣嗰個債仔收嘅定期利息。咁點解咁緊要咧？因為佢係全世界利率嘅總掣。佢一喐咧，你嗰層樓個按揭利率啦、公司嘅借貸成本啦，甚至乎你嘅股票值幾錢咧，全部都跟住喐嘅。咁所以新聞先咁緊張。咁大家睇唔睇到個搖搖板啊？係啦，咁咧其實佢就係講緊就係債券價格同個業息率咧，永遠咧都係一上一落嘅關係。咁點解咧？想像你尋日用100蚊買咗張5厘嘅債，咁今日咯喺美國政府出咗張新債派6厘嘅，咁邊個傻仔會用100蚊去買你嗰個淨係派5厘嘅舊債咧？冇人買嘅，咁你唯有平啲賣啦。咁所以你有張舊債嘅債咧係跌咗。咁但係相反啦，如果你今日用5厘買入去，跟住之後咧息口跌翻落3厘。咁你將5厘嘅債咧即刻變到好搶手啦，咁你個價升咗啦。咁一句講晒啦，咁如果息升咧，咁一個舊債嘅價錢咧就會跌嘅。咁個息跌咧，咁舊債嘅價錢咧會升翻。咁大家睇唔睇有張圖咧？咁其實呢張圖咧就過去150年歷史嘅一個業息率嘅一張圖表，係啦。大家見到條紅線咧，其實就係講緊5厘呢個數字。咁好多人以為5厘好誇張、好罕見啦，但係睇翻呢啲數據咧，真相就啱啱好相反嘅。其實1871年計到今日咧，有480個月企咗喺5厘或者以上。咁最勁嗰段咧係由1967年去到1998年，咁足足31年咧都係5厘以上。咁最高去到15厘啦。咁你父母後生嗰陣時咧，5厘係一常。咁真正唔正常嘅，反而係2008年去到2001年嗰段貼近零息嘅日子。咁嗰段時間咧，先至係百年難得一見嘅例外。咁所以見到5厘咧，就驚到失魂之前咧，就要識翻呢個歷史嘅常識背景啦。咁講數據之前，我講一講成個故事嘅偏差。咁咧，因為其實由1967年去到1998年嗰3-4-1年嘅歷史實在太長啦。咁我哋之後統計5厘以上之後，通常會點嘅統計咧？大部分都係一個特殊時期去撐起佢嘅。咁所以我哋計數上可能會有啲偏差。咁個數據所有嘢都係參考啦。咁你唔好咁啊！我講完啲嘢，你又覺得係一個真理，一定會發生咁，就唔一定係嘅。咁大家記住呢樣嘢啦。咁新手最大嘅誤解咧，就係呢個息升嘅時候咧，債券嘅價格咧就會跌，係咩揸債咧一定蝕。咁其實你嘅總回報咧係有兩嚿錢啦。咁第一嚿咧就叫呢個票息嘅收益，咁英文咧就 carry。咁即係你揸住佢咧，每年穩穩陣陣收嗰5厘利息咧，好似一個收租盤。咁個價點升點跌咧，都唔會影響你每個月代嗰個租。咁第二嚿咧先至係價格嘅變動啊，即係你中途賣出嗰陣時咧，賣價同買價嘅差距。咁即係你頭先講嗰個搖搖板係啦。咁記住一個關鍵啦，起步息率咧越高，咁咧每年收嗰層租咧就越厚，咁呢層後租咧就會做一個緩衝墊啊，下面好快用得着。咁講咗兩個美債 ETF 先，咁 IEF 同 TLT，咁兩隻咧都係 ETF 嚟嘅。
即係一籃子嘅債券咧就打包成好似股票咁喺股市嗰度買賣。咁 IEF 咧就係7年至10年國期嘅美國國債啦，可以當佢一條短船。咁咧中等存續期咧穩陣啲嘅，唔會大上大落嘅。咁咧 TLT 咧就係20年期以上嘅美國國債 ETF，係一條好長嘅船，咁個波幅會比較大啲嘅。咁本質上佢攞嚟賭利率方向。咁一句説話講清楚佢啦 ，IEF 咧就穩陣啲，就有少少彈性。咁 TLT 咧就係向呢個利率方向味道嘅一個長債 ETF 啦。咁揀邊一隻咧？咁我之後同你講啦。咁大家睇到張圖啦，係啦。係咧，點解 TLT 同 IEF 爭咁遠咧？因為佢存續期唔一樣。咁你要當呢個存續期係一個放大鏡，咁量度呢隻債對利率有幾敏感啦。打個譬如啦，咁如果 IEF 係同一條短船，咁 TLT 咧係一條好長嘅船，同一個浪打埋嚟，短船咧就係輕輕搖，長船咧佢個船頭船尾咧就大幅彈起彈落。睇翻張圖啦，同樣咧你個 X 軸咧係一個息口嘅百分點啦。咁之後 IEF 嘅價格左 Y 軸咧就係價格啦。咁咧你大概點樣喐個一個百分點都好啦。咁其實 IEF 嗰個價格咧大概係正負7個巴仙嘅啫。咁 TLT 咧一喐咧就喐成15個巴仙，咁足足有2倍以上。咁所以 TLT 咧係 IEF 嘅加強版。你睇啱個方向咧就賺好多，咁睇錯方向咧就傷好多啦，就輸多啲啦。咁頭先將嗰兩個概念啦，大家理解咗佢啦，試合埋佢諗先。咁假設啦，你用5厘入場，咁揸1年，咁睇翻嗰張圖啦。咁藍色咧就係每年實收嗰層租，咁橙色咧就係嗰個價格變動。咁重點得2個啫。咁第一咧，高息入場嗰個5厘租咧就好厚嘅，咁仲有一個緩衝戰啦。咁 IEF 咧就算估錯方向都好，咁息升到1個巴仙咧都係蝕大概2個巴仙嘅啫。咁因為厚租咧頂翻。咁相反啦。TLT 嗰條長船咧，價格變動勁好多啊，勁賺就賺得勁，蝕都蝕得勁。咁你估錯方向咧，咁你就可能會一口氣蝕8個巴仙。咁所以 IEF 咧有一種即係估錯都蝕得有限，咁估啱咧仲有得賺嘅不對稱保護啊。咁呢個就係短船即係 IEF 嘅一個好處咯。咁嚟啦，咁第一組真實數據啦，咁我哋將歷史上每一個月將入場時候嘅息率咧分咗3組，咁睇翻1年之後，即係1年債券嘅年化總回報啦。咁結果好清楚啦，咁用5厘以上入場嘅 IEF 1年嘅回報大概咧係8.6厘，咁 TLT 咧就加呢個9.7厘，咁用4厘以下入場咧大概就係加多3厘嘅啫。咁即係話高息入場咧。債券嘅長線回報差唔多係低息入場嘅2至3倍，原因就係前面講嘅厚租加埋息口有空間向下。但係咧，記住我嘅承諾啦，呢個靚數咧大概就係有七成嘅時間咧都係1980年代之後咧由15厘一路跌翻落嚟嗰段時代撐起嘅，我唔一定會係再重現嘅。咁股票咧，好多人以為咧高息咧就一定股災，咁數據話俾你聽就唔一定嘅。而且最痛嗰格咧，出乎意料咧，係用5息以上入場咧，股票之後5厘息以上入場咧，股票1年之後平均係加11厘，咁一啲都唔差嘅，甚至乎好過5厘去到4厘嗰一格。咁真正最痛咧就係4到5厘呢一個高不成低不就中間區域，加嚟加去咧就係得7.8厘啫。咁點解咧？打個譬如啦，5厘以上咧，點解暴風雨已經嚟咗啦？大家咧就着好晒雨衣有晒準備。咁4厘以下咧，就係風和日麗咧，咁大家開心出去玩啦。但係4到5厘咧，即係烏雲密佈啦，咁風開始大，但係雨又未落喎。通常咧呢啲即係壞消息，次嚟又未嚟嗰陣時咧，咁就係講緊啲經濟開始轉差啦。聯儲局咧想救，但係又未夠膽大力去減息啦。咁呢啲係尷尬嘅階段咧，你股票嗰個玩法係最難受嘅，係啦。咁大家睇睇呢版啦，咁 TLT 真實嘅風險啦，咁新手好易忽略嘅。咁史上最痛嗰12個月咧，唔係上世紀嘅古董啊，正咧就係2022年嗰場債災。咁 IEF 咧蝕咗大概15厘，咁 TLT 咧蝕咗大概34厘。咁30年國債咧就蝕咗38厘。咁2022年真實世界咧 ，TLT 全年蝕咗大概31厘，我哋模型咧就估大概34厘，貼到嘅。咁即係話揸 TLT 1年咧蝕成1/3，
咁係真係近年發生到嘅事啊！咁所以用呢個高息入場債券咧，長線贏面大呢一句嘢，你唔可以照搬過去成副身家壓晒落 TLT。咁買之前你老實問自己啦，如果你個帳面咧就蝕30%，咁你個心臟同現金流頂唔頂得順？頂唔順咧，TLT 就唔啱你啦。個故事再靚仔都好，都唔啱你去。咁頭先講啦，企喺5厘以上嘅平均，咁但係更加刺激嘅問題係由低位真正升穿5厘嗰一刻，之前咧就足足企咗喺12個月咧都係5厘以下。咁歷史上有幾罕有咧？答案咧過去100年咧就係得3次啫，就係1920年、1966年同2006年，咁加埋依家2026年咧先夠4次。咁3次之後結局咧係每一次都參天共地嘅。1920年咧係短痛之後咧就咆哮嘅20年代，1966年咧係息口之後仲要再升，咁長債係一個好大嘅幅。咁2006年之後咧就爆金融海嘯，但係 TLT 係大贏。咁我逐頁同你講點解。咁故事一啦，就1920年一戰咧就打完，政府喺戰時嗰陣時咧就瘋狂使錢，咁通脹咧一口氣衝到上去20幾個巴仙。咁聯儲局咧急急加息，咁長債破咗5厘。咁緊接住咧係一場好急但係好短嘅衰退，股票咧1年內冧咗14個巴仙，但係跟住咧就莫名著名嘅咆哮20年代，咁股票3年咧就反彈咗28個巴仙，咁5年咧勁升咗63個巴仙。咁教訓咧就係話由戰爭又或者係供應衝擊嗰個息率嘅頂峰咧，通常會配合一場短而又痛嘅衰退，但係唔係一個長期嘅大熊市嘅。咁你頂得住頭嗰1年嗰一陣咧，後面通常都係有得翻嘅。咁第二個故事啦，就係1966年啦，呢個同2006年係最有關嘅。咁要留心啦。咁當時越戰咧，就加上呢個政府大撒幣，咁咧就係咁政府係咁派錢啊。咁咧就係呢個聯儲局嘅收水。咁咧冇即時衰退啦，咁股票1年之後咧加多12個巴仙。咁但係其實呢個係大通脹嘅起跑線啊。之後咧成15年息口一路向上，咁長債咧每年收層租咧幾乎咧俾呢個跌債蠶食晒。咁睇5年嘅累積啦，咁股票加成36厘，咁短船 IEF 咧加成21厘，咁但係長船咧 TLT 咧就係加得8厘，咁幾乎原地踏步啦。咁教訓啦，咁通脹啱啱喺升嗰一階段咧就升穿5厘，但係股票又頂得住。咁咧但係長債咧就係一個伏。咁呢啲劇本入邊咧 IEF 咧好明顯係贏到 TLT 嘅。咁故事3。2006年咁金融海嘯之前咧，當時嘅加息週期去到尾聲啦，咁樓市嘅見頂，咁股票仲衝多1年咧，交咗14厘，喺最後嗰陣咧狂歡，咁之後3年咧就冧咗30厘，咁咧就係呢個金融海嘯啦。咁呢一次債券咧係一個大贏家，因為咧入大家走晒去避險啦，加上呢個大減息，5年累積落去咧，長船 TLT 咧係勁升咗61個巴仙，咁短船 IEF 咧加咗38個巴仙。咁反而咧，股票咧係就淨係加多15巴仙啫。咁教訓啦，咁升穿5厘之後咧，嗰陣嘅末段狂歡係好誘人啦。但係之後嗰2至3年好可能咧就系統性風險嘅窗口，而嗰陣時咧 TLT 長債先係最好嘅救生衣。咁依家將兩個劇本擺埋一齊啦，咁呢個係成集嘅核心啊。咁咧睇個圖啦，劇本 A 咧就1996年、1966年啦，咁息口繼續向上啦 ，TLT 浮水浮咗成年咧。一度跌穿本，咁 IEF 咧好明顯就跑贏呢個 TLT 啦。咁因為呢個後租緩衝咧，加埋條船捱得住，係啦。咁劇本 B 咧就係2006年啦。咁之後咧衰退咧，加埋息口大冧，咁 TLT 條長船咧就大幅跑贏呢個 IEF。咁所以我結論就喺度啦。咁你揸 TLT 咧同 IEF 咧，就本質上就你對呢個你陣間嘅發展咧係1966年咧定2008年呢一個賭注啦。咁估啱咧就賺突，估錯咧，尤其是揸住 TLT 啊，咁你會跌得好傷嘅。咁啦，咁綜合3次升穿啦，咁有4個共通點啦，咁記住佢哋先。咁第一咧就頭嗰3個月咧，股票平均啊大概跌5厘啦，咁即係升穿嗰一刻咧，市場即時唔開心啊。咁第二咧，之後條路咧差天共地，咁有啲勁升啦，有啲又冧得好勁。第三，咁但係5年之後咧，股票同債券多數都翻到家鄉，咁3次都係正回報嘅。咁咧第四咧就亦都係最緊要一樣嘢，真正嘅風險唔係5厘啦，而係講緊係2至3年之後個衰退雷區。
咁1920年咧同2006年咧都係3年內之後中招，所以要驚啦，唔係驚5厘，而係驚之後2-3年。咁2026年一次咧，最似歷史邊一次咧？2026年有3隻推手啦。咁油價同地緣衝擊咧，就推高呢個通脹預期啊！巨額嘅財政赤字，咁政府單係還1年利息咧，大概燒緊大概1萬億美元。咁加埋呢個拍賣嘅需求轉弱啊，對翻呢個歷史啊，即係唔似1981年啦。因為1981年係通脹已經見頂啦，息口由15厘回落。咁之後咧就係長債嘅大牛。咁反而咧最似1966年啊，通脹啱啱起步，咁即係呢個財政擴張啦，供應衝擊啦，息口仲係想向上。咁如果真係似1966年咧，咁長債就會係收息撐起啦，但係個價係受壓嘅。咁 IEF 或者係呢個短存續期啊、揸到期嘅收 carry 咧，就會比呢個瞓身壓晒 TLT 穩陣。所以唔存在依家係咪一個好時機嘅單一個案啊？你即係睇下你估邊個劇本啦。咁用呢個決策陣去幫你諗啦，主要係幫你諗啫，唔係叫你做。咁你預期咧就會衰退加大個減息，好似2008年咁啦。咁 TLT 攻擊性係最高嘅。如果你係估個息會冧嘅，係啦。但係如果咧你唔肯定中性咧，就即係你會靠嗰5厘息去 carry 咧。就偏向呢個 IEF 去揸到期。如果你咧係預期呢個通脹未完啦，息仲升咧，好似1966年咁樣咧，就應該用呢個短存續期，咁避開呢個 TLT。咁如果你係呢個即係呢個滯脹惡化，咁咧息升咧又衰退咧，就現金或者係抗通脹嘅 tips。咁咧最忌咧就長呢個 TLT。咁買之前誠實答自己啦，我係估邊個劇本嘅，咁估錯頂唔頂得順？嗱，呢一版咧就你最想要嘅總結啦。咁一版睇晒，咁咧股票咁咧歷史上升穿之後咧3至6個月咧通常偏弱嘅，咁平均係大概跌5厘。咁但係唔係長期睇淡嘅，三次升穿咗之後5年咧全部都係正回報。咁真正嘅風險咧係之後嗰2-3年嘅衰退窗口。咁 IEF 咧就係高息入場咧，長線贏面大，1年之後咧就大概加8.6厘。咁口 carry 咧去做翻個緩衝，咁估錯方向都蝕得有限。咁好似1966年嗰種劇本咧就佢贏。咁 TLT 咧佢係一個賭息口冧嘅一個工具。咁即係2006年嗰種會大贏啦，5年加翻61%啦。但係好似1966年咧就會浮水幾年，而且咧2022年呢1年就蝕咗成34%。咁估錯方向咧會好傷嘅。咁一句講晒啦，如果似1966年咧就偏 IEF 啦，或者短存續期。咁如果要搏 TLT 咧，就有強烈衰退嘅 conviction， 咁同埋頂得順好大嘅波幅咯。咁最後實戰啦，與其你賭方向啦，不如你即係你睇住個轉勢信號可能會實際啲嘅，即係5樣嘢啦。第一樣嘢就係話個油價同埋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個局勢啦。咁呢個供應衝擊係呢個通脹最快嘅導火線啊。咁第二咧。就係呢個 CPI 有冇再加速？咁睇近過去呢3個月嘅年化咧，有冇高過按年？咁高咧就越嚟越似1966年啦。咁第三，咁國債嘅拍賣需求，咁 bid to cover 弱咧，代表呢個長息會抽升。咁第四啦，10年同埋30年嘅呢個業息曲線有冇變斜啦？咁代表呢一個市場為呢個財政同埋呢個通脹呢個索取呢個補償。咁第五咧就係失業率有冇調翻轉頭啦，係啦。咁如果佢轉咗轉頭嘅話咧，就係呢個衰退領先嘅信號，一觸即發咧，即係雷區開始啦。咁呢5樣，咁我個股市天文台個 dashboard 咧，其實有呢個長債5厘危險雷達監測系統，咁咧你就可以每日入去睇一睇究竟嗰個轉嘅方向係點樣啦。咁去到最後一版啦，咁我哋總結一句啦，5厘咧就唔係末日，係8年嘅常態。今次咧似1966年咧多過似呢個1981年。咁數據上偏向 IEF 同呢個短存續期。咁要搏呢個 TLT 咧就有強烈嘅衰退嘅信心啦，同埋頂得順呢個大波幅。咁最後啦，咁數據咧就講誠信啦。咁1977年前咧，我哋用呢個 Shiller 長息做呢個30年嘅替代。咁兩套程式咧對比過，咁咧就係用呢個大數，即係用呢個 Python 程式去行過一次啦。咁有兩個結論差唔多一致嘅。嗰啲靚數咧大概有70%以上咧都係1980年代咧由呢個15厘回落開始撐起啦。咁得3次升穿個樣本就太細，唔可以當咗個結果係理所
理所當然。咁歷史咧唔等於未來。咁呢一個咧，呢一集咧係教育你嘅啫，就唔係一個投資意見。咁覺得有用咧，就歡迎 subscribe 啦，俾個 like 我啦，同 share 啦。咁咧其實呢個詳細嘅文章咧，同回測結果咧，我就已經擺咗喺我嗰個 Patreon 嗰度噶啦。咁免費會員唔使錢都睇得嘅。咁連結喺下面啦。咁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